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好囝唔免坐，坐囝饿死爸。意思是，若不生财的囡仔生伤济，敢会造成家庭经济负担，不如一个乖卡，也要上一个乖囡仔。尤其是伫紧急的关头，佫会当救老母一命。台中有一位负责人，胸坎杂杂喘气未顺，人全咧昏去。当时15岁读高中的后生，就赶紧敲129的电话，消防人员透过电话甲伊做 CPR， 一直到救护人员到现场，因为有继续咧急救，最后总算让这个负责人恢复心跳。另外伫家己有一个90几岁老先生去病院病一个看煞，好几个后生硬甲带走。原来是因为分财产的问题，造成兄弟之间变面，受怎么控制这个老爸，好老爸真感慨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好囝免坐，坐囝饿死爸。